回险工课场霸凌案调查认定，经贸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振宁霸凌成立。这月初开始停止杨振宁进位的职务。新北捷运3英线今日正式通车，到8月31日前，早起10点到暗时8点，2个月只营运时间，用电子票证坐车免钱。过来有厂商甲米超味买这回答国界晶片 AI 设备申报出口造假，先卖去别国，再卖到中国，目前有3个人放声也禁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3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这场霸凌的案件。这行政院经贸办公室真正的副总谈判代表颜慧欣，在这时阵呢，传出讲受人这场霸凌，那行政院委外调查，认定政委兼总谈判代表杨振宁霸凌成立。行政院长杜永泰呢，昨有约见杨振宁了后，依照相关办法，决定7月初开始停止杨振宁政委的这个职务。不过，杨振宁昨暗有发出声明，讲这是未审先决判，要30位的这经贸办同仁发表声明来介绍听。院长怎么看杨振宁说他被未审先判，不排除采法律途径？谢谢。行政院长杜永泰离到接见兼行政院经贸办总谈判代表的政委杨振宁了后，决定自7月初一开始暂停杨振宁的职务。这件代志就是因伫今年3月，因为患病来过身，在生进前参与美国对顶关税谈判，担任经贸办副总谈判代表的颜慧欣，风声讲在生进前伫工会场去互霸凌，那讲霸凌的风声讲就是杨振宁。行政院委外调查了后，认定有2项行为构成工会场霸凌。杨慧欣是我们办公室最重要的人才，也是我们都很难过，而且在他生命期间，我们都有很好的互动。杨振宁捌讲，甲颜慧欣的互动真好。听这个消息传出来了后，伊伫2到暗时发表5点的声明，包括调查的过程欠正当听书，另外主管无法度采纳当人的意见，袂当看作是霸凌，也佫未审先判欠具体事证，无排除接落来会采取法律行动。嘛感谢中关经贸办，也佫有相关的工作班一路以来陪伴甲协助。霸凌防治几乎已经是跨党派的社会共识，也会尊重他依法救济的权利。整个社会期待的是一个不回避、愿意检讨跟改善的政府，尊重他的权益嘛。职场霸凌，其实我们的要求越来越严格，特别是长官对下属的霸凌，应该都要有一些的举证，才有办法去定罪，才有办法去处理。未来才有可能来接任经贸办总谈判代表的。外界推测，捌伫咧外交部处长任内兼任经贸办副总谈判代表的李纯，也佫有实际参加 WTO 甲台美等等双边谈判有实战经验的前经济部处长陈正奇，拢是正适合的人选。行政院强调，即马各项经贸工作拢做甲真顺遂，无受到个案的影响。若台美经贸工作小组由原由副院长郑丽君的调集，继续推动台美经贸合作，也佫有谈判工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又搁是这毒品的新闻啊！台北美国学校有一名美国籍的老师，涉嫌含伫咧台湾的朋友做伙开代票6万外买毒品液态的开他命，对澳洲走私来到台湾。咱的刑事局事先接到情报，和德国来合作，把这毒品替换起来了后，落尾抓到这2个嫌犯，也伫因的徛家抄到这底毒品的袋仔，检方也依照运输毒品等罪嫌甲因起诉。比赛摕到好成绩，甲学生翕相。这个美国籍的老师长期伫台湾教册，伊做人老师，即马出去互查出涉及毒品的犯罪。包装顶悬大菌的大纸，看落哪像是一般的酒，不过其实内底有掺其他名。这罐内底有毒品的酒，都是涉案的美国籍老师，甲伫台湾的朋友为同性软体做文买。小说管啊500毫升，都要代票6万外块。不过为澳洲走私来台湾进前，咱国警方早就接到德国的通报。在德国境内先行被查扣，那本局接获情之后，与德国商议实施无害性控制下交付。靠台湾甲德国合作，继续搜证甲追查，一个手查到2个人，嘛伫嫌犯大的所在，发现17个目底其他名的袋仔。这个美国籍的老师互抓起来了后，有承认犯案，讲买毒品是家己要食的。树林地检署顶一日以运输第3级毒品未遂罪罪嫌甲起诉。2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之运输第3级毒品未遂及惩治走私条例之运送走私物品未遂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检警调查，这个美国籍的老师用过并无相关的前科，
已经摕到台湾永久居留证。互掠到的时阵，伊伫咧台北的美国学校教册，目前要持续封羁押禁见，不过这个进程也无得到学校的回应。外国人士伫咧台湾犯法的情形已经毋是头一届。英国某有白西高一个查甫人，原底来台湾驾车，后来改毒种大麻，嘛有诶是甲毒品藏伫托运行李内底来台湾。尤其即届是药台K他命，伫德国无算是毒品，敢若是管制药品。若是无德国岛通报，要追查困难就大大增加。刑事局表示，平常时拢有请德国警方协助，嘛会注意通报。各国对不同的一些药品，有些它是管制的，有些它是可以合法使用的，所以其实每一次这种相关案件的破获，都是依赖双方之间的情资的合作。咱国内列管的毒品，有的伫外国并无列伫管制，都惊有卖毒的集团弄这个空棚。学者表示，要阻挡毒品流入来台湾，就要持续强化甲各国的政治交换，也有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有厂商甲美超美买这回答国界晶片 AI 设备，涉嫌改票头、虚报货品等方式无老实申报，先射去别个国家，结果再违法卖去中国。目前已经有3个人封羁押禁见。其人地检署昨是第2届出动去美超美台湾分公司、清分科技、视丰电信约谈6个人到案。信后呢，3个人被声押禁见，专案以这伪造文书、背信等罪嫌来侦办。头拄只呢是咧下晡5点左右已经在开羁押定了。执法机关突袭发动大规模的搜索，美超美伫台湾的分公司和2间上柜公司清分科技和视丰电信，拢伫调查的范围，检方深入追查。刘姓、王姓及陈姓等3名国人，以不实文件资料申报出口高阶 AI 伺服器至中港澳地区案，经溯源侦查。发现国内科技大厂不肖员工勾串从事高阶伺服器出口。专案小组发现讲，有国内厂商无得管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用美超美采购搭载回答各界晶片的 AI 伺服器，涉嫌用改标虚报货品这方式，以不实的文件申报出口，疑似先用第3地做跳板，结果非法销去中港澳地区。在伫5月底发动第1波行动，已经有3个人封羁押禁见。这么专案扩大，检方进行第2波的搜索。日到约谈6个人到案，先后先押禁见3个人，羁押定伫30下晡5点开。就王姓男子等6人住居所及所属3家公司，总计12个点执行搜索。经本署漏夜侦讯后，认被告王姓男子等3人涉犯伪造文书、背信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及串密证之余，原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涉案的2间上柜公司是少年所发出通信，表示配合检调单位的调查，对公司的财务业务无重大影响。尤其中华电信的子公司视丰电信是发声明回应讲，公司的服务项目是毋捌涉及任何不法的部分，嘛和客户的行为无关系。上时嘛主动启动内外部的调查机制。根据皮博社的报道，美超美嘛表示讲，公司等和台湾的执法和政府机关密切来合作，会全力配合调查。他们的晶片跟 NVIDIA 确实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有拉近当中。但是如果说从整个成本效益来讲，其实目前选择辉达的机柜确实是最好的选择。专家分析，和使用中国家己做的晶片比起来，辉达的 AI 算力效能同款是有明显的优势，整体成本嘛相对较低，而且伫晶片领域来发展，更较会当产生作业。这和中国市场是用尽各种手段想办法要交易摕到。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新北捷运的3英线今正式通车，今仔日逐班车是拢客满，讲会当呢，互这三峡英歌地区往到湘北市中心，缩短20分钟。沿路景点有辉仔老街、三峡老街，还有新北美术馆等所在。店家是拢正期待，也若在今仔日开始到8月31，逐工早起10点到暗时8点是试营运的期间。若准使用电子票证，坐这捷运就唔免开钱。请启动。新北市民期待真久的捷运3英线总算通车，30下晡开始试营运，开放2个月免费试坐，不少民众拢赶来体验，每一班拢差不多客满，车厢内人客。我是从澎湖来的，就是有一个机缘来这边玩啦，那就顺便来这里看看。第1次通车嘛，所以过来看看，沿路盖章，沿路看。
新北市政府表示，三名线是新北捷运局主办的第一条中运量捷运系统，全长14.29公里，拢总设12站，包括土城、三峡、永高三大行政区，各会当伫顶部站换坐板南线。属于三面地区往回双北市中心会当省差不多20分的通勤时间。另外，永桃福德站要加桃园捷运绿线连接，以后通往桃园机场各加一条新路线。新北市可以北接基隆。中接台北，南接桃园，串起北基桃的荣耀，就要靠我们捷运系统的帮忙。因为三名线沿路经过永高老街、三峡老街加新北美术馆这的观光地标，希望会当让游客方便一日游。捷运通车头一天，就有不少观光人阵，当地店面原来真有感觉。我这一次是从莺歌到最后一个福德站，我下一次还是从莺歌搭到三峡。开车过来也是蛮远的，对，也是蛮远，也是要对，搭捷运还是比较方便。人潮非常比之前都多蛮多的，今天的人潮就跟以前的面孔都不太一样。新北市府捷运三英线会免费试营运到8月31日，大港早起10点到下晡8点为止。透过实际载客做压力测试，佮回收民众试坐感受，针对各项意见做改善。记者采访报道。花莲马太安溪帮山潭的工程团队伫深山拿来就3个月过，总算伫2月完成阶段性的任务，正式撤离山区。这林保署花莲分署就表示，等待雨水期结束了后，团队会搁再上山进行一个水头帮山的稳固工程。流沙瀑布有没有？大量的土沙放落来，工作环境是真危险。花莲马太安溪帮山湖工程团队伫山顶驻守3个月过，总算伫2月完成阶段性的任务，正式离开山区。工作人员回头看这段日子，感觉真惊险，时间嘛真长，现场看到就像世界末日同款。刚冲到安全区的时候，好像不到5分钟还是10分钟，突然大水就冲过来。那时候心里想说：“哦，上天保佑！如果我还在河道，我可能就见不到我的家人。”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为了预防极端性降雨，或者是地动地势土沙搁一摆崩塌，进一步把水路拆掉咧。马太安溪帮山湖工程团队用2个月的时间，把较会放弃的所在卸好较平咧，还佫把水抢落来水路整治，互较用较稳定。6月底已经完成阶段性的任务，不过因为最近是望景雨季，大雨地势大粒的石头放落来，阻断工程人员的退路，可能会影响因生命的安全。在安全的考虑之下，申请空勤直升机，赶紧把工程团队载落山。等这个汛期都结束哈，到了年底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干旱的时间，又可以上去的时候，我们会再进行上面崩塌地的这些相关消坡、冲石沟的加固跟那个冲石沟的导流哈。黄君清嘛进一步表示，工程的机具目前还留伫山顶。等开做大水的时期结束了后，团队会搁一家去山顶，继续进行确保安全相关的工程。目前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在开做大水的时期，拢未搁有人上山，来保障工程人员生命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屏东的小琉球热天若到，尤其是真侪人。顶年6月发生讲这粪扫清运交界流标，今年是发生这资源回收物第15届流标情形。居民也开始烦恼讲这环境也有卫生问题。县政府表示讲，目前岛上暂坑这资源回收物大约有1500吨，这废弃物回收程度拢是公所爱负责的，也是爱等待这公所来办理招标。做甲敢若灯光啊，等各种资源回收的物件，一站一站踏伫遐。这物件都是民众交互清洁队收走的资源回收物，已经放伫当地分化呛边仔的空地要半年啊。因为琉球乡资源回收物抢伤的招标已经流标15摆。现在都没有再分类，这很清楚，就规个种夹做起来，就类似等于是垃圾的意思啊。所以安尼，较人较无法度去清理嘛。公所伫30早起办招标，搁一摆因为无抢上投标流标啊，回收的物件对年菜较大，已经踏半年啊。或者这民众拢烦恼，会影响到环境的卫生。虽然是回收，毋可能到尾来变粪扫啊，粪扫了后来影响到规个岛上的环境啊，影响到规个岛上环境甲卫生，就影响到阮这观光啊。
这个月19，民众是记录这自修物塌甲敢若山的状况，对悬的所在看过去，白色太空包内面拢是资源回收物，自修物的量是济甲要甲焚化厂围起来。民众推估，厂商无愿意投标，技术和回收分类无确实有关系。那流标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金额太少吗？然后标的人他觉得他的成本不符合，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要有再重新去检讨？你的电话已转接到语音信箱。30下晡打电话给乡长，手机也是无接。公司的同仁回应讲，乡长出差啊。小刘桥过去嘛发生过本所的清运真侪摆流标的情形，这摆搁拄到资源回收转运流标，民代认为讲相关单位应该共同会勘，商讨解决的办法。官方是回应讲，小刘桥加起来要单转运的自修物差不多有1500吨，照废弃物清理法，一般废弃物的回收程度拢是乡镇市公所来负责。琉球乡资源回收物运输按刷落来的招标，嘛是应该由公所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看这条新闻进前，有缘提醒来观众朋友，这猫仔狗仔拢唔是野生动物，自然袂当出现伫咧野外。来看高雄基山的马头山生态真丰富，不过这浪动狗的问题也真严重。一直有民众来遮饲这狗仔，甚至甲狗仔骗来到遮。这浪动狗仔会攻击人，也佮攻击野生动物。最近就2只拉里亚囝共一天咧，互狗仔咬死。动保处表示讲，除了会甲这浪动狗严条绑起来，带去别位放，也会搁再喊这保育团体参详，找出积极的做法。现在呢，要野放花生。对盘仔内底甲装信过去的拉里囝偷偷掠出来野讲，无一下就家己走去找康比。伫咧高雄基山马头山出事，已经6个月大拉里囝偷偷，甲另外一只阿乔，则拄家己出去生活无偌久。伫咧同一天，互冰科大研究员发现已经互浪动狗咬死。冰科大表示，因自2022年开始甲马头山自然人文协会合作，对20只拉里做野讲追踪，甲打出7只野外的，已经往生的13只，有6只是去互浪动狗咬死的。扣掉这7只，这13只里面死亡的原因有各式各样啊，被狗咬死是主要的原因。那其他原因包括车祸，就被车子撞死，或者是卡在网子上面。他们是无差别性的，就是只要有东西他们就会乱丢乱喂。对，但是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值得诟病的，就是所谓的干净喂养。对，那你喂养还是造成狗的群聚嘛？对，那它又会无限的繁殖。那拉里生命受威胁，去年马头山都捌发生规群的浪动狗咬死梅花鹿，甚至会足细汉囡仔。当地浪动狗数量降袂落来，上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人定拄摕物件来饲，也是无爱饲就掠来遮放。为着要减少浪动狗甲野生动物的冲突，动保处也透过专案，除了加强绝育的宣导、稽查乌白饲狗的行为以外，因也伫咧马头山当浪动狗进行绝育，掠去别规放。113年甲打已经有233只。透过专案方式，优先移除未绝育之母犬以及民众只认具攻击性犬只，同时也导入智能围篱，结合远端控制设备，以提升捕捉成效。冰科代表示，死去的拉里囝土豆是阿辉第3体，伊的第1体花鸟嘛是互狗仔咬死的，包括阿辉的尾溜嘛是互狗仔咬断去的。动保处强调，会搁找地方的保育团体来讨论，希望会当找出较有效的防治方式。记者柯家族赵勇高雄场报道。互人列做是世界纪入侵物种的海洲钱，2021年头摆出现伫咧南投草屯，生出真大只，而且也真咬炭，规身躯拢有毒。2023年调查的时阵，上侪有到35000只。经过真侪单位和地方民众拍拼掠，这林保署南投分署就讲，这个月调查数量剩50只左右，表示讲伊拄海洲钱的工课成果做了真好。这是5年前海象钱上多的时阵，伫草屯猎海象钱的画面。当时这种外来种是找甲猎袂完。2023年调查上多的时阵有35000只。林保署南投分署委托大学民间的协会，搁社区共同拍拼猎。自最近的调查，才发现到54只。这只是全世界上大只的象钱，因为伊活真久有生真济，即马对咱台湾的生态造成威胁。伊上恐怖的所在就是全身躯拢有毒，接触到眼睛，然后是会疼痛。那如果是小猫小狗有误食的现象，也可能会致死。居民的热心通报，协助大家一起来根除海蟾蜍，创造世界的一个控制外来种的一个案例。
农业保育署南投分署指出，海椒籽原地生长自中南美洲，当年可能有人走私当作宠物来饲。东华大学的教授嘛讲，海椒籽一冬会生8000到35000粒卵，诞生的速度真紧，一只差不多1.5公斤重，嘛会食其他的细卡仔，对本土种造成威胁。虽然医毒有效果，不过海椒籽的技工又搁唔敢大意。今年的1到6月只发现54只的成体，而且没有幼体，这表示野外的族群量已经非常的少。它还是有这个卵，那它还是会成长，还是需要靠大家一起来维护这个生态环境。志工表示，这是海椒籽的声音，希望大家有听到这个声音，会当斗相报，也是斗相掠海椒籽，做伙维护台湾的生态环境。记者杨秀南台报道。来看宜兰罗东的丹那华圳行早起呢，发现讲这鱼啊死规定，可能有死上万尾，现场是臭干干。那这农水署是派人来了解，怀疑讲是有人偷排化学药剂。那宜兰县环保局到现场监测水质了后，发现讲水内面的酸素较低，而且温度变化也有可能是造成鱼啊死亡的原因。罗东丹那安圳鱼啊死规片，现场臭毛毛和地方是有够烦恼。把这个水的品质摕来检验，看有什么化学药品有，应该有上万、上千万、上万左右，现在有更多了。里长赶紧通报公部门到水圳清死鱼啊，卖互尸体继续拖过圳尾。农水署到现场了解，初步现场死鱼是破万尾，怀疑是有人乌白白化学药剂所造成的。但是疑似有人偷排化学药剂哦，是因为它的量很大，而且它连垃圾鱼都死掉了。有没有农药或什么残留的？要等农业处的他们动保所过来裁剪鱼尸，把鱼尸带回去检验才会知道。环保局到现场检测，发现水质的酸碱度正常，不过水中含氧量过低，怀疑就是鱼仔大量死亡的主因。推测可能甲天气温度大变化有关系。后续嘛会将尸体送检验，确定敢是有农药的残留。沿着这个水体往上游去做巡查，那到上游都没有看到有异常的水质排放的状况。环保局表示，有派人到现场沿水道行去水头巡查，目前无发现异常水质排放的状况，初步排除是有人乱排污点造成的。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食药署针对青零标示新制度7月初1施行，提到这青零标种或者是验证标种的台湾生产的牛奶，才会当标示做青奶，其他拢爱改做是牛奶或者是羊奶等等。那这个卖手册的业者也爱照规定来做，使用台湾生产的青奶，才会当叫做青奶茶。那准无照规定来做，食上当会当罚到400万。家顶摆满各种年品，消费者若无斟酌看，定定唔知影安怎拣真正的青零。因过因为部分进口年品保存期限较长，会造成消费者认知无清楚。对这代志，政府强化市场的区隔，用新制分做青零甲牛零。7月号鲜乳标示新制上路，只有取得鲜乳标章或者验证标章的国产乳品才能叫做鲜乳。业者如果标示不符，最重可罚400万元。如果未取得鲜乳标章、验证标章的食用乳而标示为鲜乳，将依违反食安法第28条规定，标示不实，处以4万元以上400万元以下罚款。年品外阿有搭一只牛的大纸，代表有青零认证，也有得到台湾优良农产品 CAS、产销履历农产品 TAP， 这3项拢会当叫青零，其他拢应该标示牛零、羊零等。实际去卖场，国产的青零拢有青零标章，不过也是有纽西兰年品标示青零。食药署互因包装修正完成期，以产品制造日为准，产品会当继续卖到有效期。标章比较不会认错，因为贴了贴纸，你就会知道它跟其他是不一样的。这是保障的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嘛，对吧？面对纽西兰年品零关税挑战，中华民国农业协会表示，新制不是禁止进口年品，是透过标示透明，建立公平竞争环境，保障消费者知的权利。台湾农业产业永续发展协会讲，政府应该提供有够的配套措施甲完成期。那这个标示完之后是是不是针对？生乳收购会有一个优先机制，或是会因为消费者会比较清晰的做选择，让这些乳品公司对于农民的收购保障会更明确。去买一罐咖啡加拿铁的，我想象是应该是加的鲜奶啊。
但是呢，我付出的是鲜奶的钱，结果他们加的是什么冰砖还原奶啊，加的是长效奶啊，那是不对的。另外，手册伊唔同款有受新制规范，男士使用国产的青莲原料，产品的名称都会当叫青莲茶，爱改做牛奶茶还是牛奶红茶，标示不实在会罚款4万至400万的罚款。记者采访报道。流亡美国的中国好家人郭文贵离到予美国纽约的曼哈顿法院判刑30年，不受大约是代表283亿的非法所得当作是赔偿，是因为这郭文贵一开始呢走去美国，讲家己是反共人士，吸引袂少人来甲伊支持投资，甚至是投资伊的加密货币计划，涉嫌借钱超过美金10亿，这钱拢是摕来家己开的。中国好家人郭文贵进前，予中国指控犯下真侪件重大经济犯罪。2014年走去美国，佮申请政治庇护，后来佮与中国正常关系亚康的人，变作是伫美国的反共人士，捌予海外中国异议人士正欢迎，甚至伫中国境内援助支持者。马云这样好几个商人，在美国、欧洲付钱给杀手。要杀掉我。不过，郭文贵刷去美国检方控诉，伫2018年至2023年，透过吸收网络支持者加入伊的投资加加密货币计划，吸收资金超过10亿美金。这资金拢予郭文贵摕来买高级厝体跑车顶。不过，郭文贵否认指控，讲这资金拢是用伫伊的政治活动。而到郭文贵去美国纽约曼哈顿法院判30年有期徒刑，没收非法所得8.89亿美金，差不多代表283亿。法官佫讲，郭文贵拢无后悔意思，佮煽动支持者骚扰、恐吓加公开反对伊的人。任何的社会运动的捐款，它一定是会捐到一个合法的登记立案的组织，然后它必须要财务透明。那如果任何捐到个人账户，而且财务不透明的，那有很高的被诈骗的风险。请你用这个数位货币在进行转账，没有办法给你这个任何的这个证明的时候，那他接下来他的资金流向到底收了多少，这个也不会知道了。林书立讲，类似诈骗的手法真多，甚至也有诈骗集团会假做反诈团体，先建立甲民众的共同感受，互人信任了后，再佫用一寡套头来骗资助，其中佫以要求使用数位货币交易的上集款，因为较好创金流。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关务署进前查验这进口货品的时阵，发现有一台对德国进口婴仔车，扶手说是藏真侪毒品海他兵。保山总队接到通报了后，查到3名越南的失联移工组成运毒集团，因和境外人士合作，透过这婴仔车藏毒品的方式，把这毒品要运来到台湾。3人信后呢，获这桥头地检署的检方依照运输毒品等罪嫌起诉。业务人员为车顶把底组装成尼泊车的纸箱啊搬落来，互抵安全部的负责人签收。不过，这台为德国寄来台湾，看起来正正常的尼泊车，却是运毒集团的运毒工具。因为他们是先照 X 光之后发现的，然后他通知我们过去这样。戴安全帽的那个是主嫌，那个是收货人员，他们都是一起的。关务署人员将纸箱拆开，为尼泊车的贩手提出第3级毒品K他命，拢总1640公克，市值200多万。通报检警后，又搁将尼泊车装倒去箱内，由警方追查，找到伫高雄屋内姓武的嫌犯、姓丁甲姓德的翁仔某。3个越南籍失联移工组成的运毒集团。领货了，搬进去了。该集团由5姓嫌犯联合境外共犯，并以一起在台湾干大事为口号，拉拢陶姓及邓姓2名夫妻档嫌犯加入运毒，企图利用新手爸妈的温馨形象来降低执法机关的戒心。检警上门抓到3个嫌犯，嫌犯甲境外人士合作，利用尼泊车为德国进口毒品，不过将基本也是互相关单位看透。3个人防以运输毒品等罪嫌移送并起诉。检警过来会继续追查，敢有其他共犯甲上游集团。记者综合报道。民间团体和立委做伙呼吁，希望政府爱重视青少年接触毒品的问题。真侪少年囡仔拢是伫咧网络接触到毒品，才开始食毒卖毒的。所以发布表示讲，透过一届行政院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修法进行限制，希望会当对源头就把这毒品查落来。
你要开始休大，青少年接触网络社群的时间会变多。民间团体表示，根据因的观察，真侪少年人接触毒品，并不是伫实际场所，拢是伫社群或者是网络看到朋友分享的资讯，后来就正做食毒或者是卖毒品的人。许多的孩子并不是主动去找毒品，而是在演算法的推演、同侪分享以及社群文化的影响上，建立警政教育。社政以及数位主管机关的跨部会及时合作机制。拜二有民间团体甲立委开记者会，呼吁政府爱重视青少年接触毒品的问题。立委指出，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2025年的世界毒品问题报告，2023年全球都超过3亿人使用毒品，比10年前增加28%。而且，即马传播毒品拢会透过社群媒体和网络，甚至用暗语的方式避免互人发现。希望政府都要针对网络的资讯有更加严格的限制，嘛就加强毒品防治教育。如果在看他孩子社群提到的是糖，提到的是小姐，提到的是饮料，这些看似平常的文字，你怎么知道原来这个讲的都是毒品？这个部分也是透过就是跟国健署的合作，那其实我们就是把这一些比较变形的关键字，运用一些 AI 的技术来去做一些扫描的专案。司法部指出，行政院目前正在推动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修法，其中就针对网络毒品资讯的限制，希望会使对源头防治毒品透过网络继续传播。未来嘛建立跨部会合作，对预防到事后处理建立完整的配套措施。记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民国103年实验教育3法公布施行已经12年了，国内实验教育参与人数对104学年度5000多人，到114学年度已经有27000多人。不过，这实验学校也遇到3大问题，包含着经营无稳定、师资欠缺、学生要转去一般教育体制也有升学的问题。立法院今仔日就举办座谈会，要来收集各界意见。在台湾，实验教育有分2大类型，一种是学校形态的，亲像森林小学或者予教育体系，也是强调双语的国际学校等等。另外，阁有非学校形态的，都是自学。咱国实验教育3法施行到当12年，114学年度参与的人数有27950人，是10年前的5倍多，数据量大大增加。立法院30在收集司法意见的时，有民间团体认为实验教育真多元，需求拢无共款，应当爱分别立专法。有人注重农业，有人注重华德福，有人注重国际双语的，所以你有专门的法令去规范，因个人行个人的路。另外，政府嘛要有一个资源，或者学生有另外无共款的升学制度，因才会当安心继续伫这个教育里继续读。安内台基实验学校的部分，目前全台湾敢若高雄有1间8年国小，客家实验小学有3间，原住民实验小学有36间。根据实验教育3法，有限制公立学校办理实验教育的总数，袂当超过全国公教育阶段总校数的10%。若要新设台基实验学校，嘛会造成阻碍。有立委表示，这部分在司法讨论阶段会个斟酌。因为台北市呢，目前只有台语班，在公馆国小，那其他还并没有一个像高雄那样子的一个台语学校的建制，那这的确是非常多团体的期待，所以这个我们都已经在讨论当中了。实验教育修法座谈会，目前讨论升学短暂、办学研究性无稳定，也有招师资的困境等等，检讨目前制度配套有需要改善的部分，希望收集各界的意见，将做未来修法的参考，来保障囡仔的教育选择。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和西南气流的影响，台湾顶礼拜落大水雨。农业部统计到8亿农业损失有3亿外，其中呢，就彰化也未少果子受到大雨的损断。亲像这巴拉花拢落了，当咧采收的时节果却因为浸到水拢败根，损失是真严重。今礼拜果子园内底涂骹全部拢是时结果，农民趁这几日好天，赶紧采收，会当挽偌济算偌济。这是因为顶礼拜风台外围环流加西南气流影响，彰化夜上大水雨，未少果子园拢淹水。原本你要会当采收的时结果，嘛因为浸水败根，和农民真无奈。连续一直下，土壤都一直都没有干过，你看地上全部都是果。现在看到的上面的果，可能接下来1个礼拜到2个礼拜。可能会损失到7成到8成去了，因为植株泡水，它根部开始生病了，它就会一直陆续死亡这样。除了是结果，彰化溪州的巴拉嘛因为大水雨出现水伤，甚至当咧开的巴拉花嘛和大雨拍甲落了，恐惊影响后一季的产量。浸水若严重，咱巴拉花签会社花了就落过去，
会影响伫咱下一季差不多中秋要收成的芭乐啦。啊，目前现部看是看袂出来这个芭乐落果的情形啦。从蔬菜花卉还有我们的果树啦，我们大概初估是6000。番石榴我们本来预定是9月要颁评鉴，现在我们要延后到11月去了。我们担心的是你出来了之后的烂果，就是会比较严重这样。官府表示，目前中央公告中华第一波灾害现金救助品项有菜色、花甲土豆，但是中华有袂少果子树嘛受损严重。官府提醒农民，若发现烂根、落花、落果等等的灾损，一定爱先翕相通报。官府会依照统计资料，再去向中央争取现金救助。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来看台中台里有一大车路，今仔日强落落去一坑，居民烦恼讲会影响厝的地基。台中市政府初步判断是附近建商工地地下室的挡土墙做无捌，而且这车路下骹水道水管破去，害地基漏了，目前有下令停工了。起厝的工地边啊，这条路逼一个坑有够大坑。台中市大里区中兴路2段182巷，30透早出现大面积道路挖坑的情形，自来水公司管线破去，外包的厂商赶到位来修理。在地里长就讲，路前一天就出现细坑，毋过自来水公司和建商拢无通报，佮直接灌浆添断去，一直到30透早，逼到这大坑，才甲里长讲，因为巷仔的道路较挖主体，附近的居民真烦恼地基的问题。因为很临近我们这边的关系啊，房子就有可能会塌陷或是倾斜，这样对我们的结构就会有影响啊。对啊，那这样子我们可能在这边工作也会有危险啊。这几天讲你落雨吼，第一时间无来甲咱通知你办公处，无通关相关单位，我感觉安尼是真唔对的。这个坑面积有13.5平米，深有1.8公尺。大里区公所研判，这个道路有2架自来水管断去。加上建商工地伫咧挖地下室，挡土的墙无挖，这会造成大面积挖坑，毋过无扩大的记录，暂时未探起附近的住户。建商的地下室在抽水开挖，然后地下室的挡土设施的缝隙渗漏，以及这个地方有2个自来水管，4寸、6寸的管断裂，造成说整个大量的水从地下室那边渗漏出去，造成这个大面积的掏空。到底是自来水管线的漏水，还是机器抽水造成那个土方的流失？这个部分还必须要那个自来水公司跟营造厂再厘清。自来水公司指控建商挡土的设施有问题，加上雨落几若天，才会造成道路的地基流失，才会造成管线地条的损断去，煞尾会甲建商求赔偿。附近20外户停水，卖第30修理线。建商是无对外回应，不只个台中市府以勒令停工，请第三方公正单位来协助，来甲挖坑的原因厘清。记者综合报道。热天时啊，这屏东小琉球的游客是愈来愈多，随后传出讲游客骑乌托邦冲去宫庙边的楼梯，有人为着要看这烟火，爬去渔港3楼悬的灯塔，互在地居民真反感。主管机关海渔署就表示讲，游客若准破坏渔港的设备，上悬会当罚到50万。油门吹落去，冲上架，当作家己像咧骑越野机车，甚至若骑若录影，无伫安全帽。这是小琉球三龙宫边仔的长楼梯，楼梯中的架真做民众调整骑车技术的所在。渔港暗蒙蒙，风真透，所有民众伫大福渔港为着要看烟火，直接爬起3楼悬的灯塔。不过这个行为毋若有安全疑虑，可能佫违法，互小琉球当地居民感觉反感。啊，一般人咧爬啦，啊是讲迄公路坑啊，系啊，可能有啉烧酒才会甲爬遐起去，行到遐敢若行点拖脚脚尾就扭开啦。路草无熟，搁要骑紧，伫巷仔口迄个你也知影，你也要弄出来，逐日都出车祸啦，啊来就救护车就安加叫。居民会遮尔反感，就是游客拢无遵守规矩。民众冲上架的所在，就是三龙宫庙埕头前的楼梯，徛伫顶悬对下骹看，上落架角度袂细，无细机骑倒摆跋倒，受伤会真严重。八港口咧引导渔船的灯塔，差不多有10公尺悬，若摔落来，除了使用医疗资源之外，造成设备损害，佫要罚钱。攀爬辖区内渔港灯塔事件，以严重危害自身安全。倘造成公共设备损坏，将依渔港法第18条第1项第1款规定处行为人，
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热人教啊，到小琉球观光佚佗的游客嘛愈来愈多。当地居民表示，未少民众因为无照起工，常常拢会发生车祸。伊嘛呼吁，希望游客会当遵守规矩，互相尊重，才会当耍了欢喜安心。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第37届团结金曲奖今日公布一位名单，也有特别奖的这个得奖人。音乐类的特别奖是颁发给93岁晚周边摇保存者张一贵老师。戏剧的表演类这个特别奖呢是颁发给烂叹戏的保存者王庆峰老师。主办单位表示讲，今年当中有780件的作品来报名，比去年增加148件，也显示讲这传统艺术的创作愈来愈丰富。一句一句唱出原住民谣，这是93岁原住民谣保存者张日贵，嘛是传统艺术界一年一摆大代志。团结金曲奖第37届音乐类特别奖的得奖者，这个奖肯定伊几十年来传承原住民谣的贡献。那戏剧表演类特别奖的得奖者是保留客家文化烂叹戏的王庆峰。小刚要你有啊是啊钱咯。王庆峰用这般的深度表演，17岁就入戏班，到达伊的戏剧人生已经累积80档，是传统表演艺术乱弹戏的重要保存者。除了公布特别奖，第37届团结金曲奖嘛公布音乐类甲戏剧表演类的入围名单。主办单位讲，今年总报名数平顶一届加148件，拢总有780件，代表台湾有真丰富的创作力。那今年报名非常踊跃，是突破了历年来很高的数字，780件的一个报名的总数，其中比去年相较多了148件，代表了我们的传统艺术丰沛的创作能量的一个总成。我想我们传统艺术界的朋友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在让我们的传统艺术能够传承，也能够有新意，能够有未来。文化部表示，传统金曲奖到达已经第37年，台湾的传统戏剧甲音乐是本土文化主体性未当取代根本。那第37届团结金曲奖的颁奖典礼，打算伫8月22日举办，表扬过去一年伫传统音乐甲戏剧有出色表演的创作者，嘛毋望愈来愈侪人熟悉台湾的传统艺术。记者郭正勇、王志光台北报道。来看下国际新闻，讲到这德国北部的城市斯塔德一间青少年社福中心发生枪案，警方赶到现场，发现讲有5个人死亡，另外一名受伤的人呢送病院了后，由员救护回来。落尾警方有抓到这2个嫌犯，初步了解，这桩枪案可能是和这监护权纠纷有牵连。这个开枪的代志，就伫咧德国汉堡西边大概40公里，人口有5万人的施塔德市，在地时间2到中昼，一间青少年福利机构恐传出真侪枪声。警方接到通报赶到位，发现建筑物内底有真侪人死伤，随封锁规条街啊，了后发现所有的死者拢是这间机构的员工。Ganz furchtbar. Das tut mir sehr leid für alle, die da beteiligt sind, aber das ist einfach da. Wir sehen auch immer die Mütter mit den Kindern, die hier längs laufen. Und man weiß einfach so, dass das auch Leute sind, die das auch nötig haben, da zu leben. Das war ganz furchtbar, ja. 这间社福机构是专门临时收容有心人，还佫有带囡仔的少年妈妈。附近佫有一间顾囡仔的中心，加一间小学。警方表示，嫌犯是一个45岁德国的查甫人，有土耳其的背景，啊毋过无暴力的前科。伊伫咧犯案了后，甲另外一个查某人赛车就逃窜，啊毋过2个人真紧就警察抓起来。Der mutmaßliche Schütze ist bereits kurze Zeit nach der Tat festgenommen worden. 2 weitere Personen befinden sich in polizeilichen Maßnahmen. Das heißt also, sind bei der Polizei, werden vernommen und gegebenenfalls einer Spurensicherung unterzogen. 目前警方已经初步排除这个案件甲政治经济有关系。颠倒是疑似开枪的这个查甫人是咧抢3个月大的查某囝的监护权。代志发生的同时，翁爷仔和伊的老母拢伫咧办公室内底无受伤。这个枪杀的案件造成真侪人死伤。附近的居民迄暗拢来甲亡者点蜡烛哀悼。德国管枪的法规是真严格，会当讲是欧洲上严格国家之一。像讲这款大规模的枪杀的代志，伫咧德国是真罕得看，而且是最近这几档上介严重的枪杀案之一。德国总理梅尔茨嘛表示，伊有惊到，嘛伫咧社群平台发文，甲受害者家属慰问。公司新闻，王祖美编译。
讲到这欧洲的热浪，这几天呢，对西欧刷到中欧、东欧去啊。这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英过热天上界悬的温度，平均是在27度，不过目前已经来到38度啊。那巴尼干半岛顶头上界悬的温度也来到35至40度，当地也出现超热死亡现象。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日头的气温降到38度。已经超过当地6月份历史平均的温度27度，真侪居民拢徛伫个泉水器头前或者是伫罐地来降低温度。根据气象的预测，布達佩斯伫7月初1的高温可能會到40度。 Alig indultam el, már szakad a víz rólam. Egyszerűen kibírhatatlan. Hát 2 napja ki sem mozdultam. 歐洲東南邊的巴尼干半島嘛是熱到要害去，各地氣溫普遍有到35度至40度，出現死亡人數超過一般正常的情形的現象。遮爾熱的天氣嘛，致使失電、基礎設施受損，也有醫療系統制載袂了的情形。本年過來着真濟居民認為這個小影上大的原因是氣候的變遷。科學家指出，若是人類造成的氣候變遷，這波小影會當講是無可能的發生。 因為暖化已經致使這禮拜暗時極端的高溫出現的幾率，比20年前更較懸100倍。鏡頭來看美國，過幾日都是獨立紀念日。美國國家氣象局已經針對紐約都會區發布極端高溫的監視，估計7月初1至初3會出現危險的高溫，體感的溫度上懸可能會到40度以上。 也若伫印度，氣候變遷、污染、土地烏白開發等等的因素，致使沙漠甲克什米爾的697個天然的湖，從1967年以來，已經有315個規個打起，有203個民族宿舍。آبش تیز گندگی ها اشین هکان اتباران آبس والنی کینه. گلوچ پیوان لاگن اگر مجبورن آبس پیوان اتوالین، اش پیوان گلوزانی. یعنی یکدم چی کسان الرژی. 克什米尔大學環境科學家表示，印度的經濟有70%甲水資源有關係，不過氣候變遷甲人為的污染，致使農民甲漁民因的生活受到影響。每0年後的面積減45%，會當欠水的量變少，嘛增加克什米爾山坎造大水的風險。公視新聞新樂報編譯。 接落來就是風颱季節咯。今年頂半年有8個風颱，氣象署預告講後半年呢，這風颱可能會有3個到5個，數量也是正常的。不過因為這適應現象當咧發展，未來風颱強度也有可能會較強。黃森雨季收煞，7月份開始就是風颱季節咯。氣象署表示，頂半年已經有8粒風颱。 氣象署嘛預測，過來7月份到12月份，會影響台灣的風颱可能也有3粒到5粒，是正常的數量。不過，因為適應現象當咧發展，所以風颱形成了後，接近台灣進程經過溫暖的海水的時間較長，所以有真懸的幾率，風颱的強度會較強。1到6月，我們已經有8個颱風形成。那這8個颱風呢，其實 每個月都有颱風形成，1到6月颱風發展的一個狀況也比氣候多出3點多個。我們都可以看到，接下來影響台灣的颱風可能比較高的幾率是3到5個左右，也是落在我們正常值的範圍之內。氣象署指出，目前咱附近有2個熱帶擾動正在發展，一個是在菲律賓附近，另外一個是在東太平洋，離台灣4000公里遠。 暫時攏對台灣無直接的影響，閣愛觀察。也若未來這禮拜的天氣，氣象署講攏也是稍暖的好天，部分地區也可能會出現36度以上的高溫。拜三進前甲禮拜過到了後，可能會落18雨。在西半部大概會有35到36度左右的高溫。 當中深紅色跟紫色的區域，就是不排除可能會有36度以上的高溫出現，所以在大台北地區以及中南部的內陸地區，甚至花東縱谷，溫度上都是比較更高的狀態。台灣的其他地方大致上都是多雲到晴的天氣，只是在禮拜2、禮拜3午後雷雨的區域會比較多，包括了中部以北地區，還有各地的山區，可能會有比較明顯的午後雷雨出現。 針對風颱，氣象署表示，自今年7月份開始，嘛會針對6公尺懸的大影來增加發布大影的警告，會透過手機仔的細胞廣播，提醒民眾較莫佇海邊啊附近活動。記者郭佑基、謝桂玲台北報道。咱做伙來看明仔載天氣。今日台北桃園新竹對26度到36度。
辽热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3度。平湖金马马祖对27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